带大家关心现主持上新的消息，另外陈明文坐高铁，结果300万的现金未记你炸走，今仔日咧家己服务处又有上新的讲法。钱从我家带出来的，我想这一点让大家看到我家己厝里的闭路电视揭露出来的所以钱从我家带出来的，好不好？所以很清楚这个钱是我家的那钱是从银行领出来的那这个钱的金流没有问题正常从银行提领出来，什么时候去提领，哪一天提领多少钱都有很清楚详细的记录。我把这个记录，我把这个相关资料都已经交给律师。那因为今天有人提告，所以我们就把这些资料提到法院给法官来看。那我想我要跟大家做说明我也会在今天法院提出给我诬告这个人诽谤我想我今天也会一并做出提告的动作。那我想我要跟大家做说明，这件代志是一个真单纯的一个财务遗失所以判决这条钱，人袂讲，我内心嘛足艰苦我嘛家己做自责因为事实上大家知影，政治人物实在是足无用我都上车就睡觉醒起来了就到台北啦就请公落车就忘了带这个行李箱下车一到办公室看到我囝伫遐等我惨啊要摕互你迄钱哩车顶就赶紧叫伊去领回所以我要在这里也要感谢高铁人员的协助这一点我要特别在这里感谢之意嘛要直接甲大家袂一个歹势袂一个歹势因为这是一个真单纯的家庭的一个代志变做是社会问题，我家己实在足歹势因为我这件代志我家己安尼判决这条钱，我家己心肝咧足艰苦我嘛唔知讲我会家己安尼一时的疏忽发生遮大的一个风波因为我坦白讲，我就是足单纯，我是家己感觉讲这就是一个真单纯的一件处理的一个代志嘛是一个真单纯的财务遗失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坦白讲，我就是不愿意被炒作而已所以我就讲这个代志快但放心落幕，知道媒体还是这么的关注，所以我今天特别跟大家做说明给大家回解系列感谢大家希望这个事件能够到此为止。